所謂斜視咧，就話當個小朋友望一樣嘢嘅時候咧，佢其中一隻眼望住嗰樣嘢啦，另外一隻眼咧會向外飄或者向內飄。向外飄嗰啲我哋就叫做外斜視啦，向內飄嗰啲我哋就叫做內斜視啊，咁樣。斜視可以喺小朋友唔同嘅年紀出現啦。如果由出世到6個月之間呢段時間出現嘅咧，我哋一般叫做先天性嘅斜視。斜視亦都可以係間歇性或者係恆常性。所謂間歇性嘅意思就係當佢好精神嘅時候，咁佢嘅個斜視就唔會出現。但係一攰嘅時候咧，嗰隻眼仔咧就會向外或者向內飄啊，咁樣。呢啲我哋叫做間歇性嘅斜視啊。咁斜視好多時同我哋嘅屈光嘅問題咧係有關係，尤其是內斜視同埋遠視個關係較明顯啦。譬如一啲小朋友佢本身有好深遠視嘅，佢要好用力去 focus 對焦睇啲物件嘅時候，咁好自然隻眼仔就會扯咗埋嚟。如果腦仔協調唔到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呢個內斜視啊。咁而一啲先天性嘅疾病，包括可能出世嘅時候腦受損啦，一啲唐氏綜合症嘅小朋友啊，又或者好強家族歷史有斜視嘅咧，呢啲都較容易會有斜視嘅出現啊。咁所謂弱視咧，我哋又叫做懶惰眼啦，但係其實就唔係隻眼懶惰，係負責接收個眼影像嗰個大腦嘅一部分咧發展得唔好，令到我哋解像咧係唔清晰，引致小朋友嘅視力下降啊，咁樣嚇。呢個我哋叫做弱視或者叫做懶惰眼。其實弱視真係好多時係冇乜症狀，所以點解我哋小朋友要喺呢個健康院咧做一個眼嘅篩選嘅檢查咁樣啦？係我哋希望喺個檢查之中咧發現一啲冇症狀嘅小朋友啊。其實根據統計咧，由0至8歲呢個歲數嘅階段咧，大約有2至4% 小朋友咧可能會有弱視嘅問題出現啦。而斜視大概喺呢個歲數之間咧，就大概有3%啊咁樣。小朋友捽眼咧，可能都係因為敏感啊，又或者真係有異物入咗眼。但當然有少部分小朋友佢有斜視或者弱視嘅時候咧，當個斜視出現嘅時候，佢睇嘢可能會有唔舒服嘅感覺，佢都會捽眼啦。小朋友由3歲至8歲呢個階段咧，就比較容易會見到佢有斜視嘅出現啦。因為由3歲開始，我哋用眼，尤其是睇近嘢嘅時候咧，會用多咗，咁容易攰啦。攰嘅時候就會容易令至嗰個斜視咧出現嘅次數會多咗啦。再加上小朋友，尤其是而家嘅小朋友咧，打好多手機啊，每日用好多電子產品啊，咁樣啦，都令至我哋個眼咧容易攰啦，咁引致我哋個斜視較容易出現啦咁啦。但係一部分小朋友佢本身係有屈光不正嘅問題嘅，又唔肯戴眼鏡，頭先講過啦。如果遠視又唔肯戴眼鏡嘅時候，會增加我哋個眼嗰個容易攰嘅問題出現，亦都容易引致斜視嘅出現啦。調翻轉頭，一部分小朋友係有近視嘅，佢又係唔肯戴眼鏡嘅時候咧，個眼睇得唔清楚嘅時候咧，亦都令到我哋個斜視更加容易出現。其實佢兩個嘅關係都幾密切嘅，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弱視嘅小朋友咧，其實就係因為斜視引起。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因為當我哋兩隻眼係唔同步嘅時候，譬如我左眼睇住你，右眼走咗入嚟嘅時候咧，咁個小朋友就會出現一個叫做複視嘅問題，即是話一樣嘢變咗做兩樣。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個大腦為咗避免混亂嘅時候咧，就會抑壓咗嗰隻眼斜視嗰隻眼入嚟嘅影像。咁久而久之，就令到嗰一部分咧就發展係不良啦，咁引致弱視啊咁。嗱，呢個其中一個儀器咧，我哋係檢測小朋友嘅聚合能力啊，咁樣噶嚇。呢個儀器我哋慢慢將一個目標咧向小朋友咧個眼前移啦，直到一個點咧，佢兩隻眼不能同步，其中一隻眼走開咗咁樣。咁我哋就知道個小朋友嗰個最近嗰個聚合點喺邊度。一般呢個聚合點咧，隨住年紀咧，慢慢會越嚟越遠啦，即係話個聚合能力咧係正常嚟講咧係慢慢會降低嘅咁。好啦，如果個8歲嘅小朋友咧，應該喺呢個距離嘅個聚合點，但係我哋發覺佢個聚合點原來去到一個40歲嘅成年人個距離，佢先至可以協調到兩隻眼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知道佢呢個聚合能力係有問題啦。點解呢個重要咧？因為好多時我哋睇近嘢啊，如果你個聚合能力不足嘅時候咧，好快就會出現個斜視啊，就引致我哋之前講斜視、弱視個問題啊咁。
斜視係引致弱視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啦，咁樣啦。如果你弱視嘅時候，嗰隻眼睇嘢就唔清楚咁樣啦。另外一個斜視影響嘅咧就係我哋個立體感覺。如果你立體感覺冇發展過或者差嘅時候咧，喺一啲工裏面咧，工種咧你係做唔到啊咁樣啦。咁所以功能上咧，佢影響我哋個視力同埋我哋個深度感啦。另外一個主要影響嘅就係外觀上啦。你好多時呢啲斜視嘅小朋友，尤其是外斜視嘅小朋友咧，當佢同朋友傾偈嘅時候咧，當一隻眼望住個朋友嘅時候，呢隻眼向外飄咗嘅時候咧，嗰啲朋友就會問佢：喂，究竟你係望住我定係望住隔離啊？咁變咗形成咗社交方面咧，佢係有個困難喺度啊，咁樣。我哋視力發展係由0到8歲呢個階段啦。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如果我哋發現小朋友係有弱視嘅時候咧，我哋都要主動去治療啊，咁樣。治療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就睇下個弱視係乜嘢引起啦。嗱，如果佢本身係因為好深個屈光不正嘅時候，呢類小朋友一定要戴眼鏡啦。如果佢係因為嗰個斜視引起嘅時候，可能我哋甚至要處理咗佢嘅斜視先嚇。咁但係如果做晒之前佢都仲係有個弱視嘅問題嘅時候，咁我哋就要開始所謂一個遮眼治療，逼佢用多少少嗰隻弱視嘅眼啦。咁我哋掩蓋住嗰隻主力眼嚇。變咗嚟講，逼個小朋友咧，會係用多啲嗰隻弱視嘅眼睛啊，咁樣訓練翻佢嘅視力啊，咁樣嚇。咁如果有所謂有啲小朋友真係唔肯俾你遮眼嗰啲咧，一遮佢就搣嗰啲咧，咁我哋甚至可能要用一隻藥水，就係阿托品眼藥水，令到佢隻主力眼咧係蒙過個視力，蒙過嗰隻非主力眼，而逼佢用多少少嗰個非主力眼啦。頭先講咗啦，斜視主要影響我哋立體視力嗰個發展啦。而立體視力嘅發展係由0至3歲呢個階段係最重要，咁所以要處理呢個斜視嘅問題咧，我哋希望喺0至3歲咧可以處理咗佢嚇，尤其是嗰啲所謂恆常性嘅斜視咧，我哋希望喺2歲3歲之前就處理咗佢啦。係嗰啲間歇性嘅斜視，我哋可以等到佢遲少少，我哋先處理都得，因為所謂間歇性嘅意思，即是話佢好多時都兩隻眼一齊用得到，咁佢就變咗佢立體個視力發展咪 OK 咯。處理就包括一，如果佢有嚴重嘅屈光不正，咁我哋就首先要戴個眼鏡先。另外，如果佢係間歇性嗰啲咧，咁我哋可以做一啲運動強化翻佢嘅控制能力，等佢斜視出現嗰個頻率咧少啲。咁有啲小朋友甚至做咗運動之後咧，係完全唔需要做其他包括手術嘅治療喎。咁除咗遮住隻眼之外，我哋仲可以俾啲刺激嗰隻弱視嗰隻眼，令到佢快少少嗰個視力可以進步啊，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運動咧，我哋係訓練小朋友雙眼協調嘅。嗱，喺呢個運動裏面咧，我哋見到卡上邊其實有2隻貓啦，一隻有頭有耳仔，一隻有尾巴。咁我哋個運動咧，主要係希望小朋友能夠雙眼聚焦喺佢手指公嘅位置啦，而後邊張卡個貓咧由2隻變成3隻，而中間嗰隻咧係又有頭又有尾，又有耳朵又有尾巴，咁就成功啦。經過呢個運動，我哋可以強化翻個小朋友兩眼協調嘅能力啦。但係有一小部分小朋友始終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咗啦，好早出現恆常性斜視，又或者間歇性斜視，硬係練極都練唔到嚟訓練到佢有足夠嘅能力控制嘅時候咧，最終我哋可能都要手術幫佢嘅。斜視嘅手術咧，我哋係將個肌肉咧重新擺嗰個新嘅位置，等個腦仔咧容易啲控制我哋眼球嘅位置。嗱，舉個簡單啲嘅例啊，譬如一個外斜視嘅小朋友，佢有30度外斜視，就等於我哋舉重一樣啦，差唔多啦。你要舉30K， 咁但係呢個小朋友咧，只可以僅僅舉到30K嘅時候咧，咁舉2下佢就手軟冇力，咁就變咗隻眼就向外飄啊，咁樣啦嚇。一係我哋頭先講做運動嘅時候就訓練到你舉到60K、90K， 咁你舉呢30K就冇問題。一係就醫生幫你拎走呢30K， 講緊嘅就係做手術啦，將嗰個肌肉重新擺過一個新嘅位置，等到嗰個肌肉喺嗰個位置個力弱咗嘅時候咧，咁個腦咧就容易啲協調嗰2隻眼個位置啊，咁樣。香港我哋有一個幾完善嘅視力篩選個 program 嘅，咁喺母嬰健康院咧，喺唔同嘅歲數我哋都會做一個視力篩選啊，咁樣。咁我提議各家長咧準時帶你嘅小朋友咧去母嬰健康院完成呢個視力普檢啊，咁樣。如果喺任何情況之下你發覺係你個小朋友眼睛好似有啲唔妥咧，我都會提議早少少揾眼科醫生檢查一下，
早少少發現問題，早少少處理出嚟嘅效果就會好啲嘅咁。